一贯道神园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米乐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脚1、2、3、4、5楼级，地下室与厨房餐厅。兴建中的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4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心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米乐园，由菲律宾道心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希望圣谕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脚。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月会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星义三贤。章丘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易厅义和众志爱心会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办先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点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祥单位6组，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体会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道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新活动
杜仲办到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办是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代表五教：耶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即上帝真在，象征五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即上方大中庭建筑，晨钟象征品质，开经典班先佛班天人合一班亲上人才教育班举办正法心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常青班新春志向班年终会过班联合体会班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知识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抚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6甲座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及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师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由米乐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5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2009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庆礼真传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参访联谊南区点传师联谊陈洪真老前人及高滨凯老前人有莅临基础组单位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组县道亲联谊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举办身心灵健康文化讲座学界道场义和与纯阳单位联谊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宝光祖道亲参访神
元山庄义和盛唐兴义祖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盛唐兴义祖纯阳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盛唐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盛唐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盛唐常有各地道亲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96年沈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发一组光会道务中心及图大馆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荒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及南亚的印度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州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亲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92066900008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附加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琴婷老师、王梦乔老师教导搜寻，请用 http://www.google.com.tw 输入零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